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年轻人，你怎么莽莽撞撞的？哎，你是 AI， 为什么眼睛不是红色的？他的眼睛是蓝色的，他就是新闻里说会攻击人的 AI。对，老婆小心点，他是会攻击人的 AI 啊！你走开！那他干嘛？你要对老婆做什么？哎，不要让他跑！走开！给我眼睛！跑了！走开！是的 AI，抓住他！抓住 AI！他快要跑了！抓住那个怪物啊！害人了！快抓住他！好可怕的怪物！抓住那个怪物！成为超少年虽然很好，但是人类却会害怕我们。是人类给了我们卓越的能力，也给了我们判断是非、选择所爱的权利。但他们却会害怕自己制造出来的 AI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把握好你自己的身份，为了你的安全，带上吧。隐藏好自己的标记。